喂，各位朋友，今日我哋真係要坐低慢慢斟，講下一個令全香港業主都心驚肉跳，甚至係令到成個餐飲界都跌到一地眼鏡碎嘅話題。你哋最近有冇經過尖沙咀或者旺角？有冇發現嗰啲曾經大排長龍，號稱唔排飯3個鐘都食唔到嘅內地名牌，竟然一間接一間咁消失咗？最震撼嘅莫過於嗰間喺內地紅到發紫，號稱係燒肉界神話嘅西塔老太太，竟然喺香港全線結業，而且由開張到執笠，竟然短短1年都唔夠。呢件事絕對唔係個別例子，而係一場內地品牌供港嘅集體自殺潮。你諗下，當初呢啲品牌落嚟香港嗰陣，係幾咁猛龍過江，幾多傳媒爭相報道，幾多網紅去打卡，甚至連地產商都覺得執到寶，諗住呢啲排隊王可以救活香港嘅商場同鋪位。點知呢啲猛龍過咗條深圳河之後，竟然一條條變晒做蟲，仲要係生存唔到嗰種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場集體滑鐵盧背後嘅驚人真相，睇下到底係香港人北上消費太狠，令到本地市場變咗死城，定係呢啲內地品牌根本就係嚟香港收智商稅，最後發現香港人唔係咁好啊，結果搞到自己引火自焚。首先，我哋一定要講下呢個西塔老太太。你知唔知佢喺內地有幾勁？佢喺上海、北京呢啲一線城市，閒閒地都要排2-3個鐘。佢標榜嘅係嗰種正宗嘅泥爐炭火燒肉，仲有嗰種獨門嘅麻醬蘸料。舊年佢高調進軍尖沙咀，租咗個幾千尺嘅鋪位，月租聽講係幾十萬。開張初期真係幾熱鬧，好多喺香港生活嘅內地人或者係想試新嘢嘅香港人都去湊熱鬧。但係好景不長，短短幾個月，門口嗰啲排隊人潮就消失咗，取而代之嘅係冷冷清清嘅場面，最後竟然係靜雞雞咁撤退，連招呼都唔打過。呢種死法真係令好多業主嚇到破膽。點解會咁？我哋深入去睇下佢個餐牌，你就明白點解香港人會覺得被當係水魚。喺深圳或者廣州食一餐西塔老太太，人均可能只係100幾、200蚊人民幣，食到你飽一飽，仲有埋專人幫你燒。但係嚟到香港，個餐牌一翻開，人均消費竟然要成600-800蚊港紙，甚至過千。你諗下，同樣嘅肉質，同樣嘅味道，點解過咗條河就要貴咗3倍以上？呢個唔係簡單嘅匯率或者物流問題，呢個係赤裸裸嘅定價策略失誤。香港人係好鍾意試新嘢，但香港人更加係全世界上最精明嘅消費者。我哋講求 CP 值，即係性價比。如果你俾到3倍嘅價錢，但係提供嘅服務同質素同深圳一樣，甚至更差，咁我點解要喺香港食？更離譜嘅係，呢啲內地牌子供港之後，往往為咗符合香港嘅消防條例或者慳成本，將佢哋最靈魂嘅嘢都搞走埋。好似西塔老太太咁，喺內地最出名係用炭火燒出嚟嗰種香味，係電爐永遠代替唔到嘅。但係喺香港，因為要符合嗰啲繁瑣嘅牌照要求，好多時就要改用電爐。你諗下，我俾幾百蚊食燒肉，你俾個普通電磁爐我，同我喺屋企食韓燒有咩分別？呢種閹割版嘅體驗，係好多內地名牌喺香港失敗嘅致命傷。佢哋以為香港人只要見到個名牌就會衝入去，點知香港人係會比較價。而家最令香港業主驚嘅係，呢波執笠潮唔係單一事件。由舊年開始，我哋見到好多內地嘅餐飲品牌好似臭臭火鍋、呷哺，甚至一啲手打檸檬茶店，原本開到周街都係，而家一間接一間咁縮減規模或者乾脆離場。呢啲品牌當初係幾咁財大氣粗，一嚟到就係簽長約、搶旺鋪，推高晒成個地段嘅租金。業主本來以為執到好籌，點知呢啲租客係嚟得快，走得快。當呢啲品牌頂唔順高租金、高人工同低消費力嘅時候，佢哋會毫不猶豫咁止蝕。呢度就涉及到一個好深刻嘅問題，到底係香港人變咗，定係個世界變咗？以前我哋講猛龍過江，係講緊內地品牌有實力嚟香港，係要同國際接軌，做品牌升級。
但而家好多品牌嚟香港，更似係一種公關行為，想攞個國際化嘅銜頭，返去內地同投資者交代，話我哋連香港市場都打入咗。點知呢種鍍金嘅代價係非常之高，佢哋低估咗香港嘅經營成本。喺香港開一間鋪，租金可能係深圳嘅5倍，人工係3倍，水電煤雜費全部都貴一截。如果你唔能夠喺生意額上補返呢啲開支，你每日開門都係蝕緊錢。而且我哋唔好唔記得一個最殘酷嘅現實，北上消費潮。以前係內地人落嚟香港買嘢食嘢，而家係香港人逢星期5、6日就成群結隊趕上深圳。喺深圳食一餐好嘅，價錢係香港嘅1/3，服務仲要好到你唔好意思。當一個香港人已經習慣咗喺深圳用200蚊食到高品質嘅燒肉或者酸菜魚，佢返到香港見到同一個牌子賣成600蚊，佢心入面會點諗？佢會覺得自己好似交緊智商稅。佢會諗，點解我唔等返深圳先食？呢種心理落差係內地品牌喺香港最難跨越嘅鴻溝。你可以話呢啲品牌係集體自殺。佢哋喺未做足市場調研嘅情況下，就盲目追求香港品牌呢個光環。佢哋忘記咗香港嘅餐飲市場競爭係幾咁激烈。香港本身就有好多深耕細作咗幾十年嘅本地品牌，仲有來自世界各地嘅美食。如果你無獨特性，只係靠內地嘅名氣，喺香港係行唔通嘅。加上而家香港嘅整體消費氣氛其實唔係幾好，大家消費都趨向審慎。你一餐燒肉要收我1000蚊，但我得到嘅只係同深圳一樣嘅嘢，甚至要忍受香港嗰種趕客式嘅服務，咁我真係寧願留返啲錢去旅行或者北上。呢件事對香港業主嚟講，簡直係一場噩夢。以前佢哋覺得只要有大牌子肯租，租金就一定穩陣。但而家發現呢啲內地連鎖店，一旦發現唔對路，走起路嚟比邊個都快。呢啲大鋪位一空出嚟，喺而家呢個市道，好難揾到下一個客。結果就係一條條商業街出現鬼城化嘅跡象。呢種連鎖反應係非常之恐怖。如果連呢啲資金實力雄厚嘅內地排隊王都頂唔住，咁其他中小企仲有咩生還空間？我哋再睇深一層，呢啲品牌攻港失敗，其實反映咗一個更深層次嘅邏輯錯誤。好多內地企業覺得香港同大灣區其他城市已經一體化咗，所以管理模式、產品定價、推廣策略都可以直接搬落嚟。但係佢哋忽略咗，香港雖然地方細，但佢嘅消費文化係非常之獨特。香港人追求嘅係快、靚、正，同時亦都好注重個心。如果你純粹係想落嚟攞香港人當係提款機，去補貼你喺內地嘅虧損，或者係想用高價去維持你所謂嘅國際化形象，咁香港人絕對會用腳投票。講返西塔老太太，佢嘅失敗係咪代表內地燒肉唔得？唔係，佢失敗係因為佢冇辦法將佢喺內地嗰種極致性價比帶落嚟香港。當你失去咗價格優勢，又失去咗炭火燒肉呢個核心賣點，你剩返落嚟嘅只係一個空殼。喺香港，同樣嘅價錢，我可以去食高質嘅日本和牛，或者係去啲老牌嘅韓式燒肉店。點解要揀你？呢個問題，相信嗰啲撤出香港嘅品牌，到而家都未必諗得通。而且，我哋要講下香港嘅人工成本問題。喺內地，服務員可以好熱情，因為佢哋嘅勞動力供應充足，培訓亦都到位。但喺香港，餐飲業長期缺人，你請個洗碗都要2萬蚊。如果你要維持喺內地嗰種保姆式服務，你嘅成本會高到一個連你自己都唔相信嘅地步。好多內地牌子落到嚟，發現請唔到人，或者請到返嚟嘅人完全冇服務意識，結果就係價錢貴咗3倍，但服務差咗3倍。呢種體驗對於消費者嚟講係極之災難性嘅。你試諗下，如果你係一個普通嘅香港市民，辛苦工作咗成個禮拜，諗住星期六帶屋企人去食餐好嘅，你見到西塔老太太個名咁響，諗住去試下。
點知入到去個位又逼，個爐又係電嘅，啲肉質雖然唔差，但絕對唔值呢個價，仲要被個亞姐催你快啲食完埋單。你埋單嗰陣見到張單要2000幾蚊，你心入面一定會有一句粗口想爆出嚟，然後你就會諗起上個月你同朋友去深圳食同樣嘅嘢，只係用咗600幾蚊，仲要有人幫你燒埋。呢種心理對比會令你以後都唔會再幫襯呢間店喺香港嘅分店。呢種智商稅嘅感覺係最傷品牌形象嘅。一旦香港人覺得你呢個品牌係專呃錢嘅，你就無得翻生。所以呢啲內地品牌喺香港嘅全線結業，其實係一種市場嘅自我修復。市場話俾呢啲企業知，香港唔係你哋想象中咁好賺，香港人亦都唔係咁好蝦。如果你唔係真心想喺呢度提供價值，你只係想嚟抽水，咁你最終嘅結局就只能係自殺。呢件事亦都俾香港嘅業主一個好大嘅警示，唔好再盲目追求嗰啲所謂嘅網紅名牌。以前嗰套邊個租金出得高就租俾邊個嘅邏輯，喺而家呢個時代已經行唔通。因為如果個租客生意做唔住，佢幾高租金都係假，最後留低嘅只係一個爛攤子。業主而家要考慮嘅係點樣同租客一齊渡過難關，點樣引入一啲真正有生命力，能夠吸引香港人留港消費嘅品牌。而且我哋要反思下，點解香港人會北上太狠？係咪因為我哋本地嘅餐飲業真係唔爭氣？老實講，有一部分原因係香港好多食肆租金壓力大，導致佢哋喺食材同份量上越縮越細，服務質素亦都因為缺人而每況愈下。當深圳提供緊更高嘅情緒價值同性價比嘅時候，香港人北上係必然嘅選擇。呢啲內地品牌落嚟香港，本來係應該帶入競爭，刺激本地餐飲業進步。點知佢哋唔係帶入競爭，而係帶入咗貴價版嘅內地體驗，結果搞到自己兩頭唔到岸。呢場內地牌子供港嘅集體自殺之謎，歸根究底係3個字：唔接地氣。佢哋以為香港係內地嘅一個縮影，以為只要有資本、有流量就可以橫行無忌。但係香港係一個成熟嘅自由市場，呢度嘅消費者見慣世面，對品質同價格有極高嘅敏感度。你一餐貴3倍，就一定要俾出貴3倍嘅價值。如果你俾唔出，你就算係西塔老太太定係東塔老太太，香港人都唔會面俾。各位業主，各位打算創業或者擴充嘅老闆，睇到呢度，你哋係咪覺得背脊有啲發涼？呢個世界已經變咗，以前係名氣大過天，而家係性價比先係王道。如果你嘅品牌生存模式係建立喺高日價同割韭菜嘅基礎上，咁你喺香港呢個市場係絕對冇生存空間嘅。呢啲撤出香港嘅品牌，留低嘅唔單止係一間間空鋪，更係一個個慘痛嘅教訓。我哋甚至可以大膽假設，如果呢種情況持續落去，香港嘅商業地產結構將會發生翻天覆地嘅變化。嗰啲依賴連鎖大牌子、依賴高租金嘅商場，可能會面臨長期嘅空置，而嗰啲能夠提供獨特體驗、價錢合理、真正服務緊本地社區嘅小店，反而可能有生存空間。呢個可能係香港餐飲業同零售業重新洗牌嘅一個契機。講到尾，無論係邊度嘅品牌，想喺香港立足，首先要學識尊重呢個市場。唔好以為香港人北上消費就代表香港人冇錢，或者代表香港人唔識貨。香港人依然係嗰群願意為咗好嘢而排隊，願意為咗優質服務而俾錢嘅人。問題係，你提供嘅嘢係咪真係值得？呢場猛龍過江變蟲嘅戲碼，可能仲未做完。嚟緊可能仲會有更多我哋熟悉嘅內地品牌宣布撤出香港。呢啲消息對於業主嚟講，雖然係驚嚇，但對於成個行業嚟講，可能係一個清醒劑。我哋唔需要更多只會收智商稅嘅名牌，我哋需要嘅係真正用心做嘢、定價合理，能夠喺呢個艱難時期同香港人一齊同行嘅食肆。大家之後行街見到嗰啲裝修得好靚、名氣好大嘅內地分店，不妨觀察下入面有幾多客。
如果你發現入面都係冷冷清清，咁你就知，可能過多2、3個月，嗰度又會變成一張招租嘅告示。呢個就係而家香港市場最真實、最殘酷，亦都係最公平嘅一面。你話係咪香港人北上太狠？我覺得唔係，香港人只係追求更好嘅生活，追求更合理嘅消費。如果香港嘅店鋪可以做到深圳嗰種質素同服務，就算貴少少，好多人都係願意留喺香港食嘅。問題係，當你貴咗3倍，但服務同質素仲差過人哋嗰陣，你就無得怨人哋唔幫襯。呢個真相可能真係會令好多香港業主嚇破膽，因為呢個唔係一個短期嘅低潮，而係一個長期嘅趨勢。租金水平、消費模式、品牌價值，全部都要重新定義。如果你仲係守住舊嗰套思維，諗住靠個名牌去撐起個租金，咁你嘅損失可能會越嚟越大。我哋睇下西塔老太太呢類品牌，佢哋喺內地其實係非常有競爭力嘅，但點解一嚟香港就變咗樣？呢個涉及到一個管理層嘅自大問題。佢哋可能覺得我喺14億人嘅市場都做得咁成功，香港呢幾百萬人嘅市場仲唔係手到擒來？佢哋唔明白香港市場嘅複雜程度往往比一線城市更高。呢度有最國際化嘅法規，有最挑剔嘅食評，仲有最透明嘅資訊。你喺深圳賣緊乜價錢，香港人上網一查就知。你想喺度玩資訊差嚟賺錢，門都冇啊！所以呢啲品牌嘅自殺，其實係死於佢哋嘅傲慢，死於佢哋對香港市場嘅無知。佢哋用電爐代替炭火，以為香港人食唔出；佢哋定價貴3倍，以為香港人有錢唔使計；佢哋提供2流嘅服務，以為香港人會忍受。結果市場俾咗佢哋一個最響亮嘅耳光。而家好多人問香港餐飲業嘅出路喺邊？我覺得出路就係回歸基本步，唔好搞咁多花臣，唔好諗住靠網紅打卡嚟吊命。實實在在咁做好每一道菜，定一個合理嘅價錢，俾顧客一個舒適嘅環境同尊重嘅服務。無論你是本地牌子定係內地牌子，只要你做到呢點，你就有機會喺呢個寒冬入面生存落去。而對於我哋呢啲普通消費者嚟講，呢場執笠潮其實都係一個提醒。我哋要有獨立思考嘅能力，唔好被啲所謂嘅排隊王、名牌牽住走。好食就食，貴得有道理就俾錢，如果覺得被當成水魚，就果斷拒絕。只有我哋呢啲消費者識得揀，市場先會變得健康。呢件事背後嘅真相，雖然令業主驚，但亦都係香港市場生命力嘅體現。我哋嘅市場唔會容忍低質高價嘅嘢，唔會容忍無誠意嘅品牌。呢種淘汰機制雖然殘酷，但係必要嘅。希望嗰啲仲打算落嚟香港闖一番事業嘅內地品牌，能夠從西塔老太太嘅例子入面學到嘢，唔好再做嗰條自以為是嘅猛龍，先學下點樣做一條識得同本地生態共存嘅龍。講到最後，我哋要關注嘅唔單止係邊間鋪執咗，更要關注香港成個商業環境嘅轉變。呢波自殺潮之後，留低嘅空位會由邊啲人去填補？租金會唔會回落到一個合理嘅水平，等一啲真正有心嘅年輕人可以創業？呢啲先係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嘅嘢。大家最近食飯有冇發現，有一啲以前要排長龍嘅鋪頭，而家唔使排隊之餘，仲開始推出一啲特價套餐或者係全日優惠。呢啲就係市場力量喺起作用。當大牌子都頂唔順要走嘅時候，仲留喺度嘅品牌就一定要諗計去生存。呢種競爭最終受益嘅其實係我哋消費者。今日講咗咁多，其實就係想大家睇清楚呢個繁華背後嘅危機。內地品牌供港嘅失敗係一塊鏡，照出咗香港市場嘅特殊性，亦都照出咗一啲企業嘅盲點。如果你身邊有做業主嘅朋友，或者係做餐飲嘅朋友，記得同佢哋分享呢啲內容。大家都要保持警覺，唔好喺呢場市場大洗牌入面成為犧牲品。我哋嚟緊要睇嘅係
邊個會係下一個撤出嘅排隊王？亦都係睇下香港有無邊個本土品牌可以趁呢個機會逆流而上，重新奪回香港人嘅心。畢竟香港呢塊福地從來都係屬於嗰啲真正明白佢、愛護佢嘅人。如果你仲喺度諗緊點解嗰間西塔老太太會執笠，或者你仲懷念緊佢嗰陣雖然喺香港食唔到嘅炭火味，我建議你不如 plan 下個週末去深圳食反餐正宗嘅，順便睇下人哋嗰邊點解可以做得咁好。然後返到香港，我哋繼續要求本地嘅商家做得更好。呢種壓力先係推動社會進步嘅動力。業主們唔好再望住嗰啲舊嘅租金回報率做夢啦。時代變咗，如果你唔肯降租，唔肯支持啲有潛力嘅本地品牌，最後受苦嘅只會係你自己。呢場猛龍過江淪為蟲嘅戲碼只係一個開頭，後面仲有好多更加震撼嘅真相等緊我哋去揭開。大家記住，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我哋要保持清醒，唔好交智商稅，更加唔好被表面嘅繁華呃到。我哋下一次再深挖更多呢啲社會現象背後嘅秘密，睇下香港呢個城市到底仲有幾多我哋未察覺到嘅轉變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下你，你心目中仲有邊啲內地牌子係你覺得喺香港名過其實？或者你覺得有邊啲牌子其實做得幾好，值得留低？歡迎大家喺腦入面諗下，甚至去同朋友討論下。呢啲討論其實就係我哋對抗智商稅最好嘅武器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無論市場點樣變，只要我哋保持精明，保持對品質嘅追求，我哋一定可以喺呢個紛亂嘅時代入面，揾到最適合我哋嘅消費方式。多謝大家聽我講咗咁耐，我哋一齊觀察呢個城市嘅變化，一齊守護我哋嘅荷包。不如你幫我留意下你屋企附近嗰啲大商場，有無邊間內地品牌又悄悄咁換咗招牌，或者係門口突然貼咗內部裝修，但係一裝就裝半年嘅？如果有，記得同身邊嘅人講，呢啲可能就係下一個自殺案例嘅先兆。